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哈店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哈嘎年。说到这个客家，第一个直觉大概就是咱们客家的应景精神，勤劳节俭，客家板条，客家小炒，还有满天飞舞的童话。天公啊，漏水啦！等一下，仔细想想好像有点奇怪。客人，不是称呼别人才说客人吗？怎么会称呼自己是客人呢？要了解客家人这个名称的出现，我们就要先从好久以前开始说起。在中国，很早以前就在编户齐民啦。编什么户齐什么秦？编户齐民，也就是每个人住在哪里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，大家在法律上也都有平等的对待。这就是为啥我们到现在还有户口名簿的原因啦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时在家乡社会生活不下去，只好离开熟悉的家乡，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出外打拼。今天我们读历史，除了看看动画台湾史以外，从那些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中看到所有文献里出现的客家，就是指这些脱离自己户籍住到别的地方的移民，其实也只是相对于本地人的一种称呼而已。因此这并不是单一族群的名称，而是中国各地所有外来移民都可以说是客家。但这件事情到了19世纪中期，出现了360度的大转变。这不是转回来的吗？有一群来自广东、江一州、潮州等地方的人，认为自己是客家人，说的话是客家话，以后谁说客家话，谁就是客家人。那为啥不说自己是广东、江一州、潮州人，要称自己是客家人呢？原来都是因为2个字。考试对，5个字。从大金国建国以来，有许多嘉应州、潮州、惠州等地方的 people 移居到广州、肇庆2个地方，变成了客民。但当时科举考试是要依照自己籍贯报名的，脱离自己户籍的人就没有办法参加考试。所以这些移居的客民，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功成名就，对得起列祖列宗，早在乾隆时期就不断的陈情再陈情，希望能够进入当地的籍贯参加科举考试。但本地的百姓当然提莫几北宋，考试名额这么少，你们要来抢，那咱们家的列子列孙往哪摆？因此客民冲，本地百姓就挡，你想来抢我就挡。19世纪中期，双方心中的小宇宙终于爆了。以广东西部的兴宁县为中心，蔓延了17个县，各地菜刀锄头满天飞，日常用品本地与客家双方之间展开长达13年的宇宙级大械斗啊！当然，政府也不是整天闲领钱没做事，还是要偶尔出来管事。咱这不就来了嘛？科举考试行，大家 relax 好说。因此，这些迁来的人都编入了客籍，这样大家就可以用新籍贯来参加考试，也不会抢到本地居民的名额，大家公平竞争，各凭本事。台嘎公吼啊！从此以后，在广东就有了客籍学额的设定，一直到清朝末年都存在。这些广东地区的客家虽然有参与科举考试向上竞争的机会，但在政府保障了客籍以后，反而成为了一个识别标志。之后，这些移民也以客家建立出自我文化认同的特地族群，而语言也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识别方式。除此之外，在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作用下，客家的认同还进一步推到原乡江一州、潮州等地方，使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成了客家人。这些持续迁移的客家族群，足迹遍布台湾、东南亚，甚至是大溪地。而来到台湾的这支，就是大家平常习惯听到的哈嘎年啦。叽里咕噜说到这边，其实哈嘎并不是移民来到台湾后相对于火楼郎才有的称呼，而是一个散布世界的族群。那咱们台湾的客家又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？咱们客栈哈店就下回揭晓喽，拜拜。原来客家人跟考试有关系啊。虽然我不是客家人呢，不过自从我开始看客栈以后呢，我每次考试都考100分呢。骗人，哪有这么厉害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每次考试都考100分。乱讲，让专业的来。俺大摆考试都考100分。俺大摆考试都考100分。2分。